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介紹一個維景軒雅，一座低層三房套，實用佢666尺，雖然低層，景觀視野非常之好㗎，環境非常之清幽，望去外園遠景添，非常之親切。除了景觀，屋內仲有靚裝修配合呢個舒適景觀，令人可以放鬆享受生活。我哋大家一齊睇片啦。咁呢個門口位置啦嘅左手邊就係廚房啦。廚房呢 keep 得非常之乾淨企理，咁嗰度有個窗口啦，望返個園景，非常之舒服㗎。一排櫥櫃可以平時收納你哋日常嘅食材用品。個門呢就做咗一個咧巴士節門，為咗慳位咧，咁就做咗個巴士節門嘅呢個位置。好啦，到客飯廳介紹啦。到咗呢個客飯廳位置啦，真係令人心曠神怡㗎，有精緻嘅裝修。呢個屬於飯廳位置，兩邊做料櫃，擺嚟日常嘅用品。再轉過嚟另一邊睇睇啦，大家呢個係屬於客廳位置，咁有個櫃嗰邊呢就放電視機位，而另一邊呢就梳化嘅。咁行前少少呢，就推開呢個趟門呢，眼前就係外圍景觀啦，翠綠嘅園景，環境非常之開闊㗎，亦都好清幽。非常之完美，平衡了呢個空間感嘅舒適程度，絕對係可遇不可求嘅夢想蝸居啦！想了解更多，大家可以隨時 call 我 Bobo。好啦，你哋慢慢細心欣賞啦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